第二晚蔡小伟看线，包括成功国际青商会、甲玉兴文教艺术协会等单位，大家共同组织，要来关怀弱势甲偏乡学生的健康。根据了解，目前台南市的营养午餐教育局拢会鼓励学校提供水果或者是年制品，所以这爱心单位为了互经济弱势囡仔有上实质的营养补助。集资45万，每礼拜加码提供1摆牛奶。商务副市长邓谦嘛亲自到场颁发感谢状，表达肯定。感谢蔡小薇这个义作还有我们青商会的好朋友能够来共襄盛举这个部分让我们台南的年轻朋友能够茁壮其实呢，我们是富国深山。富国深山呢，就要有人才，人才呢就要从小呢就培养起来，所以呢，这个计划呢就是扎根的这个计划，非常重要。台南市140多所的一个学校，将近700多位的学生，让他们可以有每周1次的牛奶可以食用啦。那非常感谢我们来自社会各界的爱心，我想大家都有感于政府的资源有限哦，那也希望说能抛砖引玉，让地方所有人士大家可以更注重在学童的营养上。这群青商会成员对18岁到40岁拢有1摆关爱心牛奶行动，伊嘛认为是予少年人做公益机会。估计为期40礼拜，有141间学校，746位学生受到帮助。弱势儿童，他确实是我们社会非常需要关怀的一个对象。那我想，我们少年人一个机会，会当来参与到社会这个公益活动。那我想，青商会致力于就是整合社会资源，创造永续影响。那如果有机会给我们年轻人一些服务社区，那跟大家来做一个整合跟服务的机会。该爱心牛奶行动嘛，希望唤起社会大爱，共同来支持咱后一代营养午餐吃饱，更加营养。咱的新闻，军事采访报道。